好来，乡亲啊，世界棒球经典赛3月要开始比赛，伫所有的野手当中，上侪回吴念婷扮演着传承经验的角色。吴念婷过去伫日本的西武赛队拍职棒拍8年，真拄好强打林安可，今年嘛要加入到西武赛队，伊把握机会提早向学长来请教。 用满满的经验投入经典赛集训，32岁吴念婷是第一届大名单内底上届济岁野手。来看顶届2023青台湾第2赛就流落危险，这届搁再定来，吴念婷是真紧就进入状态。上届我是那时候还是在旅日的嘛，然后这次就是在台钢这边，就是直接来集训，就不用再坐飞机来回台湾跟大家一起集训，比上一届。 更熟悉，然后更适应在台湾训练的感觉。透过集训，各手拢调整备战，嘛甲队友互相交流。吴念婷过去捌伫日本西武赛队有8年的时间，拄好甲爱诺克的强打林安可，今年就要伫咧西武展开生涯，伊把握机会提早向先派来请教。安可蛮积极的问我一些问题，他说在西武有没有要注意什么？那我就跟他说可能。 交通方面，然后吃住啊，然后杰宪就在旁边说：“啊，你就不要问那么多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”上游览车，我就是坐念婷旁边，整个作息我都有了解一下，对啊，是对我蛮有帮助的，就是至少不会这么紧张啊。讲到要伫咧日本的未来加减的紧张，就连台湾队长陈杰宪拢忍袂住甲亏。不过林安可上场是真有自信，顶一季伊伫咧中职有23分的纪录，伫咧12强的比赛当中嘛，捌讲出小大号的红不浪，这个有机会搁再挑战强度更较悬的经典赛，可以是真期待。 经典赛比12强的成绩又高了一点，有这个机会可以对决到大联盟的球员，我觉得是蛮宝贵的经验，可能比较没有这个机会可以遇到嘛，所以刚好借由这个赛事，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个经验。 迎接经典赛舞台，台湾的选手是欢喜和期待。然后伫咧西武赛的这对兄弟，嘛要发挥因的实力、展火力，争取胜利，伫咧国际出名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